大家係 Kingsley啊，今日再同大家開箱，又係 M2A 冇錯，因為仲未開到啟暴龍 SAR 同埋有啲想要嘅 SAR 之前嘅影片咧，都有同大家咧去講解下想要啲咩噶啦。咁啊，當然仲有金卡嘅啟暴龍都仲未開到啦，咁所以咧就再開多一盒，睇下有冇機會咧係開到啊。同埋咧都講過好多次啦 ，M2A 真係好抵開，雖然佢得10包，咁但係佢包包都有閃，聽聲音爽啊 ！OK， 10包都係嗰句，開咗 MA 或者 SAR 就收手啦，唔係咧就開嚟都冇乜用。好，非常之期待，大家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，你哋抽 M2A 抽到啲乜嘢，同埋抽咗幾多盒。今次應該係拍片嘅第3盒啦，會唔會再係 SAR 中到好嘢？睇下。好啦，嚟啦 M2A 啊 ，OK， 大家都好熟悉噶。今次第一包爆起，哇咁實嘅，有冇啟示？全部都有閃，真係好刺激啊！太刺激啦啩！啊！如果第一包嘅 SAR 都唔知點算，呢條片點樣可以拍落去？閃嘅擺埋一邊先。霸龍，係 AR 啊！第一包出 AR， 仲有呢個摔跤鷹，哇！會唔會係唔好嘅兆頭？第二包，千祈唔好俾我抽到摔跤鷹人。MA 嘅話唔該係噴火龍、啟暴龍同緊貴，冇其他可以抽到噶啦。咩嚟嘅咧？呢度，OK， 緊張，係咩咧？卡比獸，鳳凰 ，OK， 哇，唔想開到最尾喎，第3包，好實喎，唔通有好嘢？可唔可以畀好嘢我啊？拜託你啊，求下你啊，求下你啊，哇，都係喎，哇，今次係好似暫時最少月石 ，OK， 第4包順住開啦，好似個感覺好似麻麻地 ，OK， 佢。呢條邊係，都係喎，咁閃嘅條邊 ，OK， 睇下咩嚟先，蝦古龍，哇，係伏嘢啊，樹妖女啊，我係而家得返6包啫 ，OK， 咁今次順住啦，次次咧都係唔同嘅次序。今次順住會唔會好啲啊？哇 AR， 哇 MA 都未出過喎，而家救命！蜘蛛，波克基斯，第2張 AR， 熔岩蝸牛啊，黑龍，哇，好啦，而家剩返幾多包？第5包，原來開咗一半嘅喎，哇，都係咁實嘅喎 ，M2A 好似實啲喎 ，MA， 大鑊啦，都唔知開唔開好添咁樣，係 MA， 跟住先開啦 ，MA， 我睇個顏色好似伏伏地，我而家要搏呢個 SAR 係好嘢。嗱，如果中 SAR 咧，我就可以收工。哇！佢個顏色點解呢個啲顏色咁鬼靚嘅？黐線！扭拉電貓，幾靚喎，竹蘭。OK， 剩低3包。哇，可唔可以
中張 SAR 啊，大佬！咁樣中咗張 MA 我都唔知留唔留好，睇嚟都係冇得留。哎呀，可唔可以 SAR 啊 ？SAR 喺邊啊 ？RR 卡比獸急凍鳥大甲，哇又白龍咧，哇得返2包啫喎，好緊張，唉好緊張，可唔可以中 SAR 啊？唉SR，Oh my god， 冇啦，哈哈玩完，呢入好鬼衰，已玩完啦，嫌低，唉得返1包，開埋佢啦，冇啦，爆配 SAR， 可唔可以？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呢張係 SAR？ 唉玩完啦，今次係開得最差嘅一次，最差，哇超毛，好啦，睇埋張 MA 係啲咩啊？唉，睇嚟張 MA 都係極似頭巾雲，Oh my god， 出事啦！哎呀，好下一張，未到，下一張，火係咪噴火龍啊？哦，好彩，保底都有張噴火龍，哇！真係嚇死人咩？好，最後得呢2張想要，竹蘭同埋噴火龍，哎呀，好彩執返身彩。好啦，第3次開 M2A 都好彩，起碼開咗張噴火龍 MA。咁啊，唔知大家有冇開過，都喺下邊留言話我哋知。咁啊，睇下會唔會再開，因為仲有1盒，仲有1盒。咁啊，都應該會開㗎啦。睇下會唔會再中到 SAR， 今次就冇 SAR 中，可惜。好，大家開 M2A 仲有啲咩喺下邊留言話我哋知。之前見到人喺下邊留言中咗唐超，恭喜晒！希望我哋有機會真正拍片嘅時候開俾大家睇。金卡啊咩都好啦，最緊要抽到好嘢。好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如果中意嘅 like 同 share 出，仲有 subscribe 我 channel2Cam Kingsley 啊。OK，let's go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